台语文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拜一日。咱台语有一寡生活中真普遍的用词，常常听人讲，有的人可能认为听起来淡薄仔较无遐尔啊文雅，要不过若是无了解，可能烦恼听无，或者是讲慢慢会消失去。今仔日要甲大家了解这一字，就是其中一个字，这字读做“晓”，好窈窕第五条。窈就是风骚风流的意思。照古早台语字典解说讲，这个窈是水的形，或者是窈窕。要不过慢慢到台语字典解说讲，有色情、不俗、甲作恶的，或者是歹代志有牵连，小寡有负面的感觉。要带大家做伙来了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读做“窈花”，这句话伫咧古早是袂女性无正经的话，较无遮尔啊文雅。第二个词读做“囂叽叽”，代表讲足风骚，同款嘛有小可口舌的意思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合做伙。譬如讲，较早听老一辈骂人讲囂叽叽、足囂花，本来有笑人、警惕人，嘛小可有滚耍笑的意思。即嘛时代咧进步，男女平权，无分查甫查某，拢应该无有性别的歧视，看轻人。今仔日了解这一字读做“囂”，提供予观众朋友来参考。